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今仔日是农历的7月初1，传统的风俗就爱开鬼门。宜兰是用放水灯来向定鬼门开，嘛来思念已经过往的亲人。啊，伫咧放水灯进前，会先来采鸡料景，有12米长的金龙，有喷火车队，阁有歌戏。啊，讲到开鬼门，新竹的城隍庙真正有开门的仪式，而且所有的规矩拢照步来。 主时一到，好门开，旧历7月，城隍爷互好兄弟休用牛假。不过这个假毋是随便休的，一切也是爱照规矩啦。经过清点，有了名册，然后呢，最后这个门一打开，他们已经在门后面在那边等了，噔一下就整批就冲出来了。城隍庙好门关当只有旧历7月才开放，互另外一个世界好兄弟会当到人间享受普渡。 同款是旧历7月活动，依然是动员专门来打鸡。伫锣鼓声中，有看到这经过1个月才做好的12公尺长的金铃，也阁有只真特殊造型的喷火车队。大朋友、小朋友拢看甲目睭无呢。活动的重头戏就是放水灯，今年也阁有一座非常大型的水灯，互宜兰河伫暗时闪闪烁烁，嘛帮民众传达思念。 没写什么愿望，就写给去世的家人。放水灯，邀请顾朋友来接受人间的供养，普度众生，然后祈求1年的平安。这有这个已经上传8年活动，后面就会当得到心灵的安慰，嘛祈求大家拢平安。